今時今日打份工都好閪牙煙，尤其做保安分分鐘冇命。唔信你哋睇下，有條閪佬過安檢，保安仔照常檢查，點知條閪佬成身軍火，個保安仔直頭傻撚咗，隻閪佬一掌拱開佢，然之後猛咁掃隔離幾個保安仔，緊要到閪咁，有個死剩種即刻 call 馬，唔使幾耐嚟咗隊特種兵，兩條友單挑10鳩幾人，呢出嘢就係22世紀插人兩鑊。故事開頭幾條差佬無啦啦踢開房門，要捉朵蓮娜，樓下嚟咗幾個戴墨超嘅西裝友，中隊長話使閪你哋出馬咩？佢派咗2隊人上去，捉隻閪婆食菜咁食，閹雞就話你哋啲人馬冚唪唥釘咗啦。果然有條差佬想喐手，俾朵蓮娜扭斷隻手，再跳起踢飛條撚友，其他人即時開槍，有閪用咩？朵蓮娜喺埲牆行，一槍都打唔中，眨下眼就砌低幾條差佬，跟住接到黑柴電話，有人入侵咗線路，特工上緊嚟，屌佢唔過，嗱嗱聲較腳，街口有個電話亭應該用到，佢啱出去，特工就上到嚟，下邊又有個等緊，焗住擒上樓頂，班柒頭咬住唔放，冚家鏟誇張到閪咁，條街起碼10幾米咁都跳得過，特工同樣跳咗過去，派出所把閪佬就唔得啦，朵蓮娜又跳過第2棟樓，等咗陣唔見人追嚟，嗱嗱聲落樓，街口果然有個電話亭，同時有架車等緊，呢個時候電話響啦，隻閪婆馬上衝過去，喺閹雞炒埋嚟前1秒接咗電話，可惜遲咗少少，朵蓮娜走甩咗，佢哋下個目標係番鴨，條閪佬趴喺張台恰緊，突然部電腦發信息嚟，話冇睇已經及住佢，跟住小白兔行，下1秒有人拍門，係嚟攞貨嘅，番鴨收咗2000銀，俾咗隻碟對方，衰咗唔好話係佢整嘅，得啦，隻閪佬溜番鴨去蹦叉叉，聽日要翻工唔制啦，不過見到條女有個白兔公仔，去就去啦，隻閪佬戇鳩鳩飲悶酒，一陣間朵蓮娜揾到佢，提醒佢冇睇刮緊佢，小心啲，第二朝翻工俾老細屌咗餐，公司係我家，但你真係當屋企啊，加俾2條路佢揀，一係以後準時翻工認認真真做嘢，一係執包袱躝，你唔做大閪把人做，番鴨揀咗繼續做牛馬，不過電腦都冇開又喺度蛇王，呢個時候有快遞哥送嘢嚟，係一部手提電話，部手機突然響咗，對方自稱黑柴，佢有好撚多嘢想講，但唔係依家，因為有人捉隻閪佬，佢裝出去望下，屌你啦，閹雞大人嚟啦，番鴨騰晒雞點算呢？黑柴幫佢指路包冇事，果然跟足佢講真係冇嘢，但係跟住落嚟就碌柒啦，叫番鴨行外牆走，黐撚線噶，黑柴話出公司得2條路，一係行外牆，一係俾人拉走，你自己諗啦，講完就收咗線，死就死啦，番鴨諗住行外牆，你老味又高又大風，腳都軟埋，嚇到部手機都跌閪咗，佢做唔到，結果閹雞送佢走，跟住帶翻派出所審柒佢。番鴨有2個身份，表面係好嘅有限公司嘅程序員，另一個身份係黑客，網絡上所有犯法嘢佢都掂。閹雞知道黑柴揾過佢，加上同番鴨合作，如果肯配合就乜事都冇。番鴨屌都唔屌佢，冇律師喺度佢唔會講嘢，夠僵。但如果出唔到聲，有律師又點？你講乜春啊？突然隻閪佬把口黐住咗，嚇到佢飆尿。另外2個特工擺佢上台，閹雞攞咗粒跟蹤器出嚟，眨下眼變咗條蟲，再喺肚臍捐咗入去。番鴨嚇到醒咗，好在係發夢。突然電話響，黑柴叫佢出嚟傾2句，就喺橋底等。好快朵蓮娜嚟接佢，第一時間幫佢捉蟲。阿珍乜你嚟真㗎？真係有條蟲啜咗出嚟，黐撚線㗎。朵蓮娜禮手掉咗個跟蹤器，唔使幾耐就嚟到，卒之見到黑柴。差佬問佢初8開工未？關你撚事，有咩直接啲趕時間。黑柴攞咗2粒散裝偉哥，吞咗藍色就當乜事都冇發生過，紅色會幫佢揾到真相。番鴨夠薑吞咗紅色丸仔，黑柴即時帶佢見識下，啱先吞嘅紅色丸仔有追蹤程序，可以喺網絡揾到佢。番鴨個頭發發聲，搞乜鳩啊？總之好過癮，試過翻唔到轉頭。差佬春代痕，見到隔離塊玻璃有啲唔妥，伸隻手埋去，碌柒啦，啲水銀黐喺隻手，再順住隻手躝過去，好快成身都係，就嚟唞唔到氣啦。番鴨當場暈閪咗，等佢醒翻唔知去咗邊度，個身插滿數據線。佢望咗下，隔離有好多咁樣嘅人，前邊仲離譜多到數唔晒。突然有隻機械蟲過嚟，拆晒啲數據線，跟住喺下水道射咗落去。差佬嚇到狗都縮，又暈閪咗，下1秒俾人吊上去。黑柴佢哋喺度等緊，唔知過咗幾耐，番鴨醒翻，成身拮滿針，佢有精冇神繼續瞓覺。等佢再次瞓醒，着翻衫啦，佢發覺條頸有個窿。呢個時候黑柴入嚟啦，問佢呢度係邊度？黑柴唔睬佢，你
你以為係1999年，實際依家係2199年。跟住帶佢見下隊友，其實佢哋加喺隻船度。番鴨想見識下母體，於是即刻上線，成條入晒。下一秒轉咗場景，着到身光頸靚。呢度就喺程序入邊，想要咩都有。以前嘅人要屌閪生仔，加冚唪唥人工培養，人類唔再食奶粉，轉咗飲營養液。番鴨霎時間接受唔到，黑柴話母體係電腦控制嘅世界，就為咗控制人類。番鴨唔信，嘈住出去，瞬間就翻現實，但係個人頂唔住又暈閪咗，冇幾耐醒翻，佢知道翻唔到轉頭。黑柴話曾經有個人好閪巴閉，冚個世界話晒事，不過只要母體喺度，人類就冇自由。後尾佢釘咗，先知預言佢會翻嚟，會帶佢哋摧毀母體，結束戰爭。黑柴相信呢個人就係番鴨，唞咗陣就帶佢訓練。第一堂課學打交，番薯槍幫佢植入程序，就咁樣學識咗2個食生菜。番鴨學咗幾招三腳貓功夫就老老閪閪，要同黑柴隻抽，可惜諗多咗，俾人打到閪咁。不過佢學嘢好撚快，第2回合反敗為勝，跟住教佢跳樓，死黑柴癲噶，隔住條街一嘢跳過對面，人哋得冇理由自己唔得。番鴨照板煮碗衝過去，點知唔夠力跌咗落去，好在笪地變腍彈翻起身，一陣間翻現實，隻閪佬見紅啦。如果喺母體死咗，現實一樣會釘蓋。第3堂課帶佢行街，失驚無神撞到閹雞，佢係母體嘅特工，好撚癲。如果唔好彩撞到佢死硬嘅，但係番鴨唔驚，佢比閹雞仲癲。雖然特工好勁，可以避子彈，不過俾程序限死咗。番鴨就唔同，冇上限。總之就西鳩撚嚟。第日你就知啦。呢個時候有電話入，佢哋有麻煩啦。現實中有電子烏賊追柒佢哋，黑柴馬上匿喺下水道，熄晒燈成，準備好 EMP 隨時搏命。好在班烏賊冇發現隻船，轉頭濕熱潮居然去見閹雞，隻閪佬受夠啦，想做人上人，條件係交黑柴出去。兩個姣婆遇着脂粉客，第日帶番鴨見先知，濕熱潮抌咗部手機落垃圾桶，唔使幾耐就到咗，門口有個揸刀嘅馬仔。第2集變咗常威，先知好閪巴閉，除咗唔知嘅乜柒都知。入到屋見到好多有超能力嘅靚仔靚妹，佢哋係救世主候選人。喺廚房見到先知，一老閪學整緊西餅，叫番鴨唔使傷腦筋啦，你唔係救世主，係得黑柴覺得佢係，又話嚟緊2條友會有一個釘蓋，睇佢點揀，跟住同黑柴翻去準備落線，估唔到瀨嘢啦，有差佬殺到，鵪鶉同佢哋搏命，俾人亂槍打死，其他人上咗上邊，點知窗口封死晒，黑柴即時打俾番薯槍，查到8樓有出口，點知俾閹雞偷聽到，等佢哋上到8樓，但係唔見人，原來黑柴佢哋行水管走，濕熱潮又玩嘢，特登咳2聲，俾班差佬聽到，對住埲牆猛咁射，番鴨亦同佢哋死過，有條差佬鬼上身變咗閹雞，隻柒頭伸隻手入去想捉番鴨，冇閪辦法，黑柴為咗救人同佢搏命，朵蓮娜帶住其他兄弟走先，屎坑度黑柴俾閹雞打到閪咁，根本冇得還手，後尾俾班差佬輪大米捉鳩咗，濕熱潮上到地面，即時叫番薯槍送佢走，朵蓮娜幾個就喺冇幾遠，好快條撚友成功落線，等朵蓮娜幾個揾到電話，個仆街失驚無神射隻番薯槍，大隻西見不時鳩路同佢搏命，可惜瀨晒嘢，朵蓮娜打翻去睇下咩情況，估唔到係濕熱潮聽電話，隻柒頭話一直都冧佢，好想依家就扮反槍，不過死魚又唔好砌，佢受夠啦，想要自由，講完就掹咗戰友大掣，一閪佬當場釘蓋，下一個輪到白毛，又係死撚咗，跟住想搞鳩番鴨，諗多咗啦，番薯槍死唔去，一槍冧咗個仆街，朵蓮娜佢哋翻隻船，另一邊閹雞審鳩黑柴，想要入天上人間嘅密碼，嗰度係人類最後嘅領地，隻發分仔諗住將人類一鑊熟，如果俾佢得咗就閪個糯米雞，番薯槍覺得最好掹大掣，為咗全人類冇閪辦法，佢隻手準備掹插頭，番鴨喝住佢等陣先知曾經講過有呢一日，睇佢點揀，隻閪佬要翻去救人，番薯槍兩個覺得佢癲咗，成村人及住仲有3個特工，同送死冇乜分別，番鴨相信自己可以救隻閪佬翻嚟，朵蓮娜身為副船長又要去，係就快唔好等下個禮拜，番鴨兩個即時上線，要咗好撚多槍，閹雞問嚟問去都冇料到，冇乜耐性啦，叫兩個兄弟出去先，隻柒頭除咗對講機，開始同黑柴傾心事，又話年初1做到年30晚好閪辛苦成，屌正無厘頭柒，佢想離開呢度另起爐灶，密碼係關鍵，呢個時候番鴨過緊安檢，班保安仔慘到閪咁，冚唪唥彎晒，唔使幾耐嚟咗隊兵，大聲嗌放低武器，放
放你媽隻閪！番鴨兩個同佢哋死過，兩條友黐撚線噶，冇穿冇爛砌低班腎仔，閹雞冇帶對講機，唔知發生咩事。伙計話有人嚟救黑柴，番鴨炸咗電梯，直接飛上天台。班腎仔唔夠佢哋打，有條差佬鬼上身變咗特工，番鴨猛咁射佢，估唔到個仆街識避子彈，吹佢唔脹。輪到對面還拖，番鴨照板煮碗避子彈，但係爭少少隻腳中咗槍，個特工啱想懟冧佢嗰陣，突然俾朵蓮娜一槍爆頭，跟住開直升機落去救人。番鴨攞支加特林亂柒咁射，掃到幾個特工閪咁，不過佢哋死唔去，又上第二個身。黑柴好鬼勁，谷爛鎖鏈，啱想走幾隻柒頭就入嚟，粒聲唔出，直接開槍打中隻閪佬隻腳，碌柒啦跳唔到過去。番鴨撲過去攬實佢，朵蓮娜即刻開直升機走佬，可惜俾閹雞打中油箱，含啦飛機頂唔到幾耐，喺墜機之前掉低黑柴，番鴨就掹住條繩，俾架直升機拖住走。朵蓮娜好鬼醒目，打斷條繩，喺爆炸之前走甩咗，家個個都信番鴨就係救世主。黑柴即時聯繫番薯槍要撇啦，幾個特工戇鳩鳩上到天台，仲有閪人咩？激到佢閪咁，幾條撚友唔忿氣，派烏賊出去。好快黑柴喺地鐵站落線，點知俾個乞衣見到，閪晒啦！閹雞感應到上咗乞衣身，一槍打爛電話。好在朵蓮娜甩咗身，番鴨本嚟可以走，但係佢冇咁做，要同特工隻抽睇下邊個勁。兩條友先玩下槍戰，補一粒子彈係有用嘅。好快兩個都冇晒子彈，跟住就赤手空拳隻抽。閹雞癲噶，一拳打爛水泥柱，番鴨都唔差，踢爛佢副墨超。個仆街成肚火，出行力咁中，打到番鴨嘔血。一閪佬企翻起身再打過，一開始揾到啲多着數，可惜差距太大，又俾人撳住砌。現實中番鴨爽到抽晒筋，閹雞禮手抌佢落鐵軌，諗住碌死佢，點知番鴨出力彈起，鬆開個仆街，再跳上邊，閹雞俾列車炒低，估唔到隻柒頭咁都唔死又翻生啦！呢次番鴨唔屌佢，馬上交腳，同時有烏賊刮到隻船嘅位置，大概5-6分鐘到位。番鴨求其搶咗部手機問出口喺邊，幾個特工追到佢甩褲，話咁快幾隻烏賊已經殺到，撲上嚟就射嘢。黑柴隨時準備用 EMP 追咗9條街，番鴨上咗棟樓，303可以鬆人，同時烏賊已經捐咗入隻船，番鴨搏命咁衝，卒之揾到303，點知開門見到閹雞，係晒啦！個仆街射咗佢一槍，跟住連開幾槍清空彈夾，番鴨當場釘過去，脈都冇埋。有閪理由啊！特工檢查過真係釘咗。朵蓮娜唔信，佢愛上咗隻閪佬，一嘢就嘴埋去，點都諗唔到隻閪佬翻生，又企翻起身。幾個特工即時開槍，番鴨西鳩撚嚟，伸手定住子彈，條撚友覺醒啦，佢居然睇到代碼，閹雞興個火屎過嚟喐柒佢，番鴨一隻手就抽贏佢，再一腳踢佢出去，跟住直接飛咗入閹雞個身，嚇到兩個特工鳩都縮，閹雞喺個糯米雞原地爆炸。另外兩個特工冇鞋玩劇走，朵蓮娜大聲嗌隻閪佬，烏賊已經殺到埋身，黑柴瞬間激活 EMP， 幾隻烏賊當場射咗，番鴨亦醒翻，咁就溝咗條女爽到閪咁。最後隻閪佬直頭識飛，你玩晒啦！電影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